疫情解封，出国的人加真多，新办护照的案件嘛对咧大增加。这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常常拢是透早6点，都有人伫门口排队等要领号码牌，要办一个护照，一个等就是5、6点钟。讲有不明的人士趁这个机会来趁钱，卖号码牌予后壁排队的民众，但是无法通发。这个外交部讲已经派人加强巡逻来劝导。天哪，排到什么时候？透早6点，外交部中部办公处外口排队等要办护照的民众，人已经坐到排队排到外口的街路。就伫咧民众话讲，唔知影要等偌久的时阵。那你20号不要吗？绿在拉，不要，那你20号都可以直接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队伍边啊，雄雄出现一个查甫人，摕2张号码牌仔来卖民众，有的人付300块卖20号，另外一个查甫人是付500块，摕21号号码牌仔了后，查甫人就甲走200块。随着疫情解封，出国的人数是愈来愈多，办护照的案件嘛变多。过年过节定定就爱等5、6点钟，都有人摕号码牌仔卖互排队排伫后边的民众。我上个礼拜等到下午3、4点还没有了，我今天是第2次来。但是如果为了方便，就是花一点小钱，还是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是，应该是划算的。对啊，因为不用那个时间耗在这里啊。我不会买，我自己有排时间，本来今天就是要来这边。虽然外交部中办打广告，唔通凊彩来卖号码牌仔，若袂报警处理。严格号码牌仔属于无价证券，警方其实嘛无法度开单。一天的收件量是3400到3500，所以民众可能免不了，而且又有一些等候的时间呐。他自己个人的行为，我们没办法马上去做一个管理啦。特别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注意，现场发现有民众做这样的情形，要进行一种规劝的哈。外交部中办的人员，即摆敢若会当加班来办护照，赶紧消化人潮，嘛呼吁民众唔通甲不明人士来买号码牌仔，以免发生着纠纷，权益受到损害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